Hello，各位热线的战友，好开心，今天可以同大家一起清一下那个话題。當我們坐低，好像在茶餐廳飲緊杯靚奶茶乾。今天我們要拆解一個在當職過程常常遇到又好讓人心痛的情況，點樣幫求助者走出自我厭惡的陷阱？準備好未啦？我們開始啦。我控制唔到自己負面情緒啊！我真係好憎而家嘅自己。呢句說話大家有冇聽過好多次呢？當我哋戴住耳機聽到一個電話另一頭喊住講呢句嗰陣，嗰種崩潰同無力感真係好入心入肺噶。其實佢哋唔係喺情緒深下啫，而係感覺到自己好完全失控，覺得自己好冇用。嗰種赤裸裸嘅痛真係好需要我哋去好好咁接住佢哋噶。第一部分點解會咁討厭自己呢？我哋一齊睇下自我價值係點樣瓦解嘅。其實要求助者將嗰啲咁心痛嘅說話背後，唔是淨係心情唔好咁簡單，而是佢哋最核心嘅自我價值崩潰症。好多時佢哋是中咗自我批判性完美主義嘅苦。簡單啲講，佢哋嘅腦裏面好似住咗啲24小時全天候酸民工，不斷喺度挑剔。大腦本身為了避開危險，就有個消極偏見，會將啲負面料無限放大。只要有小勺子錯，個酸民就會瘋狂咁懲罰自己，搞到本來想進步的心，變成做比羞恥感奇節的惡性循環咯。追求進步同無止境緊咬自己，根本係兩回事嚟㗎嘛。正常嘅要求可以帶嚟成就感，冇咁焦慮。但係如果唔停咁去審視自己，瘋狂咁責備自己，換埋嘅就只有對失敗嘅極度恐懼、抑鬱同埋好重嘅無力感咯。佢嘅以為鬧自己就會有動力，其實只會將自己逼入絕路之嘛。跟住我哋錄取第二部分，身心大混亂，了解下點解佢哋生理同生理都會咁大反應。有陣時我哋會諗到，點知佢哋唔怕冇靈精下先呢？其實當一個人任入極度討厭自己嘅狀態，佢個身體同佢腦真係唔係自己話事噶，線條炸發啦，肌肉繃緊啦，頭痛啦，甚至連免疫力都會跌。點解會咁啊？因為佢哋個大腦以為遇到好大危險，作咗個爭兜我逃跑嘅機制啊！最慘嘅係大腦入面管情緒嗰個聲望核已經完全騎執咗負責理性分析嘅前額葉，即係話佢真係冇辦法諗通或者諗靜落嚟，因為佢哋個身體正處於一個大暴走嘅狀態咯。明白咗身心機制，我哋嚟到第三部分，高壓嘅香港。睇下呢個大環境點樣壓到人透唔到氣。好多時求助者係將所有責任攬晒上身，覺得係自己飛。但其實呢度係有一個好大嘅社會背景。話呢支高達80%嘅香港打工仔係過去1個月都經歷過焦慮或者極度疲勞。我哋呢個城市嘅工作文化真係好癲噶嘛，工時長，壓力大，放咗工仲要不停復職。所以當有求助者打個電話嚟，限住話自己頂唔順嘅時候，我哋要明白呢個係一個系統性嘅環境問題，將成個人壓到透唔到氣，絕對唔係佢哋唔夠堅強咯。再加埋一樣嘢，有70%人係好驚俾標籤有精神健康問題噶。香港好多公司都有種作錯處嘅指責文化，做錯少少嘢就好似十惡不赦個，結果點啊？啲人就算好辛苦，都唔敢同人講，驚俾人覺得佢有病，覺得佢廢。呢種孤立無援嘅感覺，真係會令到佢哋更加討厭自己。所以我哋係熱線同行嘅存在，正正就係要打破呢種孤獨感啦。咁到底我哋可以點樣擴大幫佢哋呢？嚟到第4部分，積極聆聽，一齊考下點樣建立一個安全嘅心理防線。支持聆聽係我哋做義工最核心嘅法寶啊！我哋唔使要即刻俾咩人生大道理，而係要提供一個安全嘅空間。第一步，肯定佢哋感受，俾佢知我聽到你幾辛苦。第二，將情緒同個人價值分開，即係話你做錯事唔代表你個人廢。第三，幫佢逐出佢個內在批判者，認清花把係一直拗緊佢嘅聲，而唔係佢真正嘅自己。大家記住啊，千祈唔好教佢哋放輕鬆或者開心啲啦。呢啲說話對一個失控緊嘅人嚟講，只會覺得你根本唔明佢，就會令佢覺得自己連放鬆都做唔到，真係好冇用嘅。講咗咁多理論啦，我哋嚟到最後一部分，情景模擬。
一齊睇下啲技巧點樣落實喺清談入面。同我哋真槍實彈咁睇下，試下想象自己揸住個聽筒。第一個情景，對方喊咗講：我已經好努力想要去融入向公司，但點解我次次開會報告都求窒窒，做極都錯？我真係好討厭依家呢個咁廢、咁冇用嘅自己。聽到呢度，你咪都感覺到佢嗰份心酸啊！一個努力到燒正自己嘅打工仔，因為表現唔好就全盤否定自己。面對呢個情況，重點係咩啊？真係要無條件咁接納佢嘅努力。我哋可以講，聽到你咁講，感受到你真係好為佢，你付出咗咁多努力去承認，真係好唔容易。我哋要將佢嗰次報告失敗同佢嘅個人價值分開，話俾佢知，佢唔係廢，佢只係太想做好而覺得好吃力。喺呢一個刻，我哋唔做任何評判，只係靜靜咁陪住佢，接住下佢嗰份緣。呢樣嘢已經係最好嘅安慰你噶啦。就係睇下第二個情景，呢個真係聽到心都暗埋。一個生完 baby 嘅媽媽話 ：baby 一喊，我都覺得好心煩，好想走。明明係自己生嘅，點解我會咁自私？我真係好憎自己，覺得自己根本唔配做人阿媽。呢位媽媽真係已經被逼到去生理同心理嘅極限啦。佢極度自責，覺得自己係個衰人。面對咁心痛嘅媽媽，我哋嘅策略就係幫佢重新框架，要話俾佢聽，你想逃跑，完全冇係因為你自私，而係你嘅身體真係太快啦。呢個係人類求生嘅本能嚟噶嘛。我哋要將佢嘅極度疲勞同唔配做媽媽呢個毀滅性嘅標籤拆開，同佢講，其實佢有呢個諗法，背後正正就係因為佢太愛高 BB， 太想做好呢個角色。幫佢處理嗰個自我淹沒嘅枷鎖，俾佢知道今晚我哋淨係再顧到佢嘅辛苦嘅成。今晚你願唔願意同佢嘅一齊行過呢段咁黑暗嘅時間呢？當一個求助者喺電話嗰頭自怨自寧，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嘅時候，其實佢嘅最需要嘅唔係一個完美嘅答案，而係一把溫暖嘅聲音，一個願意同佢嘅同行嘅人。你嘅耐心聆聽同理心，就係帶佢嘅走出陷阱嘅第一線曙光。希望今次嘅分享幫到大家，我哋一齊繼續為聽筒另一邊嘅靈魂撒電啦！加油啊，各位！